區議會關乎民生大小事，新制度下嘅選舉重塑區議會係完善地區治理工作嘅重要一環。喺制度上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。區議會由民政事務專員出任主席，一共有470個議席，其中委任議員有179席。行政長官根據用人唯才原則，委任專業人士或區內重要持份者。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由18個區議會下統稱3會嘅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、地區防火委員會同分區委員會委員選出176席。地方選區議員係由直選產生，一共有88席，由當區選民選出。當然議員就由當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擔任，安排同而家相同，有27席。任期出年1月1號起生效，為期4年。區議會重新發揮應有嘅服務同諮詢功能，配合特區政府落實地區工作，提升地區治理效能，實現良政善治，亦都提升市民嘅幸福感同獲得感。